天還沒亮透，李家坳的狗就叫成了一片。李老三披着褂子從炕上爬起來，嘴裏罵罵咧咧，以為是黃鼠狼又來拖雞。他推開院門，冷風灌進脖子，人船沒站穩，就看見侄子李滿團連滾帶爬地從坡上衝下來，手裏捧着一個鐵皮盒子，盒子沒合嚴，裏面黃澄澄的東西晃得人眼暈。李滿團撲到跟前，桑子都劈了，月叔，揸家早瞓冒煙了，我夢見爺爺跟我說話，讓我去墳頭看看，結果挖出這東西。李老山低頭一看，盒子裏躺着3個金餅子，上頭刻着看不懂的符文，沉甸甸的，足有好幾兩重。他手一囉嗦，差點把盒子摔在地上，緊跟着一巴掌扇在李滿團後腦著上，壓低桑子後，你瘋啦，那是你爺爺的墳，你半夜去刨祖墳，你不怕遭報應，我怕。趕緊給我埋回去，就當這事沒發生過。李滿團誤着頭船要爭辯，月爺爺在夢裏講得清清楚楚，他月底下船有東西。李老山一腳踢過去，把鐵盒子闖過來，轉身就往屋裏走。可是院門沒來得及關上，隔牆的趙大喇叭已經站在自家磨盤上，抻着脖子往這邊瞅，嘴裏叼着旱煙袋，眼睛瞪得流圓。不到一篤飯的功夫，李家坳半個村子的人都衝到李老山家門口了。趙大喇叭從磨盤上跳下來，合着腰，唾沫星子噴得老遠。月老山李家滿團挖出金餅了，揸門一個村的有財一起罰，趁着吉日把糞啟了，底下要是船有棺材，李頭子不定裝了多少寶貝，到時候家家戶戶分一份，誰也別吃獨食。李老山把鐵盒子死死留在懷裏，梗着脖子月那是我爹的墳，我爹埋了20年，你們誰敢動一下？我拿命跟你們拼。他媳婦黃氏從灶房衝出來，圍着圍裙，手上船沾着麵粉，當在門口哭着求：月各位叔伯兄弟，那份我們年年上供，從來沒出過事，你們不能為幾個金餅子驚動老人家。人群裏頭有人笑，有人起哄，黃屠戶鎖門最大，月金餅都出來了，船月沒出事，這就是老人家給你們李家託的福，你們獨吞才叫出事。趙大喇叭把手一揮，當場拍板，月3天之後，人時動土，挖出來的東西一半歸李家，一半歸全村公用，誰不同意就是跟全村人過不去。李滿敦在牆根底下抱着頭，從頭到尾未敢再行一聲。當天夜裏，李家坳就出了邪乎事。頭一樁是趙大喇叭家，他老婆半夜起嚟上茅房，聽見雞窩裏頭卜令令亂響，點着油燈鍋去一照，12隻蘆花雞齊齊整整躺在地上，脖子歪着，身上的血像是被怎麼東西吸過，雞毛上乾乾淨淨，一滴血沒沾。趙大喇叭嚇得連鞋都沒穿好就跑出來，拎起一隻雞翻過來翻過去，脖子根上有2個小眼，跟鉗扎的一樣。他老婆當場就吐了，月這不像是黃鼠狼，黃鼠狼咬雞頭，不配這麼齊整。第二樁出在黃屠戶家，他家那口路井用了30年，水從來清亮亮的，可那天早上黃屠戶去打水，桶提上來一看，一桶水跟對了豬血似的，渾紅渾紅的，船泛着一股子腥臭味。他把桶裏的水潑在地上，地上立刻印出一片暗紅色，像是潑了一盤血湯子。黃屠戶家的大黑狗湊過去聞了聞，夾着尾巴嗷嗷叫着跑回窩裏，一整天沒敢出來。第3樁最邪門，村里7、8戶人家的孩子，半夜同時從夢裏哭醒，月夢見一個穿黑褂子的老頭站在窗戶外面，拿指頭敲窗棂子，一下一下的敲了3下，轉身就走，一聲不吭。幾個媳婦湊在井台邊上對哭，月這肯定是李老山他爹來找後帳了。趙大喇叭嘴上越不信，可當天下午他偷偷跑到李老山家，押着桑子問那金餅到底怎麼回事。李老山蹲在門檻上，手裏攢着旱煙袋，半天沒語話，最後把煙袋窩往鞋底上合了合。月你自己去墳頭上看看就知道了。那天傍晚，李老山一個人扛着鐵鍬上了後山，山上風大，松樹刮得嗚嗚響。他走到自家祖墳跟前，跪下先合了3個頭，嘴裏念叨着爹你別怪滿團，孩子年輕不懂事，金餅我給你供在牌位底下了，明天我就讓滿團埋回去。他念叨完正要起身，忽然聽見腳底下傳來一聲悶響，像是有人在棺材板子上敲了一下。李老山滾身汗毛都立起來了，趴在地上把耳朵貼緊土面，又聽見2聲叩叩，不緊不慢的，就跟小孩子在木板底下敲着玩人似的。他嚇得連鐵鍬都沒拿，連滾帶爬下了山，到家門口喊黃氏拿酒來，要給他爹敬酒壓驚。
王氏箭着手倒了半碗高粱燒，李老山端起來往地上潑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自己仰撥灌下去，臉漲得通紅。月門團呢，把那個鐵盒子給我拿來。李門團衝里屋把盒子捧出來，李老山打開一看，3個金餅存在，可金餅底下壓着一截白生生的東西。他把金餅挪開，那截東西露了全貌，是一根人的手指骨頭，指關節彎着，像是剛剛還敲過雜麼東西。李老山把手指骨扔在地上，倒退了好幾步。李門團蹲下身子仔細瞅了瞅，忽然月叔，這指頭是新鮮的，不是老骨頭。你看上頭旋連着根。王氏當場暈了過去。李老山扶着門框，嘴唇囉嗦了半天，讓李門團拿塊紅布把骨頭包起來，連夜送回墳頭埋回去。李門團月叔，你不怕？李老山月你爺爺託夢給你，這骨頭就是你爺爺給的信號，趕緊送回去。晚了怕出事。爺兩摸着黑上了山，把公布包菜進墳頭那個挖開的淺坑裏，又填了幾鍬土，壓了塊石頭在上頭。回來的路上，李門團忽然站住了。月叔，我爺託夢的時候傳閱了一句話，我沒敢跟你閱。李老山閱你講。李門團咽了口唾沫。月爺爺在夢裏跟我閱，那3個金餅是他借給我的，不是給我的，讓我3天之內無論如何要傳回去，不然全村要倒大霉。李老山引完腳下一軟，差點摔進路邊的水溝裏。他抓住李門團的胳膊，月你爹活着的時候總越揸家早上有個規矩，墳頭的東西不許動，動了就要傳。我一直以為那是老迷信，現在看來是真事。爺兩到家已經半夜了，推開門一看，堂屋公桌上的3個金餅不翼而飛，只剩下一塊紅布擱在香爐旁邊，紅布上頭濕漉漉的，像是剛從水裏撈出來。李老山癱坐在門檻上，望着空蕩蕩的公桌，一句話也閱不出來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老山家的院門旋沒開，外面已經圍了一圈人。趙大喇叭站在最前頭，臉上的肉一抖一抖的。月昨晚上我家那12隻雞，我老婆哭了一宿，那都是下蛋的好雞，就這麼沒了。黃桃戶擠到門板上，月我家井裏的水到現在全是紅的，煮出來的粥都是腥的。你李老山得給個月法。李老山拉開門，一張臉灰卜卜的，眼圈發青，一看就是一宿未合眼。他讓開身子，把中人讓進堂屋，指着公桌上那塊濕漉漉的公布月，金餅沒了，昨晚上回嚟就沒了。趙大喇叭湊過去看了看，又用手指頭沾了沾紅布上的水，放到鼻子底下一聞，臉色一下就變了。這水帶着一股子土腥味，跟黃桃戶家井裏打上來的供水一個味人。人群裏頭有人小聲的咕，月這是祖宗收回去了，不讓渣門動。黃桃戶越放屁，這世上哪有雜麼祖宗收東西，分明是有人夜裏偷走了。他拿眼睛掃了一圈院子裏的人，最後落在蹲在牆角的李門團身上。李門團抬頭瞪了他一眼，月你看我幹雜麼？我跟我叔從墳頭回來的時候，金餅船在公桌上，我們兩一塊危進的屋，船能自己長了腿跑了不成？趙大喇叭月那也越不准。萬一是你們爺兩串通好了，先把金餅藏起來，然後裝神弄鬼嚇人。李老山一聽這話就急了，把旱煙袋往桌上一拍。月趙大喇叭你摸着良心月話，我李老山在這村住了50年，雜麼時候騙過人？趙大喇叭不接他的話，扭頭跟周圍的人閱。昨晚上金餅丟的時候，村裏誰起過夜誰心裏清楚。他這麼一閱，黃桃戶忽然想起雜麼來。月昨晚上我家大黑狗叫了好幾回，我爬起來看了一眼院子，看見有人影從你家屋後頭一閃，瘦高瘦高的，穿着件灰褂子。他這麼一閱，又有幾個媳婦接話，月昨晚上確實聽見外頭有腳步聲，但沒敢起來看。李門團站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月你們都別吵了，那3個金餅不是雜麼好東西，丟了就丟了。我爺爺託夢的時候閱了，那東西是借的，不是給的。3天之內不傳回去，全村都要遭殃。昨晚上是第一天，趙大喇叭月你別拿託夢嚇人。你爺爺要是真這麼能耐，你讓他再託一個給我看看。李門團正要頂回去，忽然聽見院子外頭有人喊，月不好了，墳頭那邊出事了。眾人呼啦啦衝到後山，到了祖墳跟前一看，全都傻了眼。昨天李門團挖出來的那個淺坑，今天又往心裏塌了一大截，露出半塊青石板來，石板上頭刻着密密麻麻的字，可那些字彎彎繞繞的，跟蝌蚪似的，在場的人沒一個認得。趙大喇叭蹲在坑邊瞅了半天，月這不像你們李家的字，
你們家祖宗我認得，寫的是正楷。黃屠戶曰：你別管怎麼字不字，你看看石板底下壓着怎麼。眾人順着他的手指頭往下一看，石板底下的土裏露出一截白森森的東西。這回不是手指頭了，是一整根手臂骨，從落膊找到指尖，齊整整地擺在那裏，指頭尖朝着天，像是剛伸出來透了口氣。幾個媳婦嚇得往後退，黃屠戶家的也跟着往後躲，撞翻了身後的供品籃子，果子滾了一地。李老三卜通跪在坑邊上，月爹啊，你到底要幹什麼？你給個明白話，別這麼嚇人。他話船沒碎完，那截手臂骨忽然動了一下，5根指頭慢慢攢成了一個拳頭，攢了有3、4息的功夫，又慢慢脹開，然後指頭一根根彎下去，在青石板上敲了3下，叩叩叩，聲音不大，但每一響都清清楚楚鑽進人的耳朵裏。院子裏沒人敢動，未人敢喘大氣。趙大喇叭的臉白得像紙，腿肚子開始轉筋，扶着旁邊一棵松樹才沒倒下去。黃屠戶慢慢往後退了2步，腳底下踩到一塊石頭，差點仰面摔倒。這時候那截手臂骨停了下來，緊接着沖清石板底下傳出一個聲音來：廠老沙啊！像是很久沒喝過水的人從桑子眼裏擠出來的話。那聲音曰：誰動我的宅子，我讓誰家宅不安。這一句話像是炸雷劈在人群裏，幾個後生拎了鐵鍬就往山下跑，媳婦們連哭帶叫地跟着跑。眨眼功夫份頭就剩了5、6個人。趙大喇叭腿軟得走不動，讓他侄子趙小六參着，一步一挪地往山下生。李老三跪在原地沒動，額頭抵着地面，滾身抖得像西康。李滿團也沒走，他蹲在坑邊盯着那截手臂骨看了好半天，忽然發現一個問題：那骨頭剛才敲石板的時候，指頭彎下去又脹開，動作雖慢，但利索得很，完全不像是死了200年的東西能做出的樣子。更怪的是，骨頭的顏色雖白，但骨面上有一層薄薄的油光，像是有人常拿手摸過。他輕聲對李老三曰：叔，你先回去，我在借人再度一會危。李老三抬頭瞪他，曰：你瘋了，你趕緊跟我走。李滿團擺擺手，曰：我有話想問問我爺。等人都走乾淨了，墳頭上只剩下李滿團一個人。他跪在坑邊上，朝那截手臂骨合了個頭，小聲歲爺，剛才那些人都走了，你有話就跟我直說。那金餅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過了約莫一盞茶的功夫，手臂骨又動了，這次敲了5下石板，然後那個沙啞的聲音重新響起來，比方才更輕更慢，像是說一句話要費很大力氣。他碎金餅是借你的，不是給你的。3天之內原讓埋回去，不然全村遭殃。李滿團越埋回那人去，船埋這個坑裏嘛。骨頭又敲了3下，越你從那人挖出來的，就埋回那人去。李滿團正要再問，那手臂骨忽然縮回了土裏，青石板也跟着往下沉了半寸，像是有怎麼東西在底下把他曳下去了。李滿團起身拍了拍膝及上的土，把坑邊掉落的幾塊土顆粒踢回坑裏，轉身下了山。他到李老三家把事情一說，李老三拍着大腿就哭了，越我就越不能挖，這幫人貪心啊！他連夜把堂屋裏那塊濕紅布翻出來，裡裡外外檢查了一遍，紅布上除了那股子土些味，雜麼也沒有。爺倆商量了一宿，決定第2天天不亮就去把金餅找回來。可是金餅在哪人呢？李老三月他爹當初埋那個鐵盒子的時候，肯定不止埋了一個地方。滿團你白天再上去好好找找。李滿團月叔，那骨頭碎3天之內，昨晚上算1天，今天算2天，明天就是最後1天了，找不着就來不及了。第2天一早，李滿團剛着鐵鍬又上了山，這回他沒去祖墳那個坑，而是要着墳頭方圓幾10步轉了一圈，用腳踩，用鍬探，最後在墳後頭一棵老柏樹底下找到了另一處松軟的土。他挖下去不到1尺，就碰見了東西，鐵盒子，跟之前那個一模一樣。打開一看，裏面躺着一個黃澄澄的金餅，跟公桌上雕的那3個一模一樣。李滿團把金餅取進懷裏，及上土踩實了，轉身往回走，走了幾步又停住了。他忽然想起來，那根手臂骨明明是沖青石板底下伸出來的，可青石板底下是順手裁碎那個暗室，暗室裏有一口黑漆小棺材，棺材裏住着一個被綁了3年的人。這個人說的話到底該不該信？他正想着，山下有人跑上來喊他：岳滿團你快回去，你家出事了。李滿團跑回家一看，院子裏圍滿了人，
他嬸子王氏坐在門檻上哭，月宮桌上那塊紅布不現了，連香爐都被打翻了。李老山站在堂屋中間，手裏攢着一根白森森的東西，正是昨天用紅布包好菜回坑裏的那截手指骨。手指骨不知怎麼時候自己又跑回來了。這回旋帶着半截巴掌，斷口的地方是新鮮的，像是剛從手腕上擺下來的。李老山把手掌扔在桌上，願你看看這是不是昨天那根？李滿團拿起來一比對，指節彎的角度一模一樣，連那道細紋都對得上。他吸了一口涼氣，把懷裏的金餅掏出來放在桌上。月我在老柏樹底下又找到了一個。李老山看着金餅和手掌骨並排放在桌上，忽然明白了，怎麼月這骨頭不是嚟害渣的，是來催渣趕緊把東西歸位。爺兩連夜把金餅重新包好，準備第二天一早偷着埋回老柏樹底下去，可當天夜里。李滿團起夜的時候經過堂屋，發現桌上的金餅又沒了，連帶着那截手掌骨也一塊人不見了。他推醒李老山，老山起來一看，屋裏屋外翻了個遍，怎麼也沒找着。李老山坐在堂屋地上，把煙袋窩裏的煙灰合了一地。月我算明白了，這東西不管誰拿了，最後都得傳回去。可現在東西在誰手裏，揸得先找着這個人。爺兩對視一眼，心裏同時冒出了一個人。當天夜裏，村裏又傳出消息，趙大喇叭家的井裏翻上來一條死蛇，蛇身上纏着一截紅布條，正是李老山家公桌上丟的那塊。紅布條從井裏撈上來的時候，趙大喇叭的臉綠了。他老婆舉着那條濕淋淋的紅布衝到李老山家門口，月你家的東西怎麼跑到我家井裏去了？你這是全心咒我們全家。李老山蹲在門檻上未動。月你那井裏翻出來的蛇呢？趙大喇叭老婆擰了擰，月蛇扔了那東西看着人。李老山合了合煙袋窩，月蛇身上纏着我家的公布，我家的公布本來是包金餅的，金餅丟了，公布也丟了，現在公布從你家井裏出來，你月這事該問誰？趙大喇叭趕過來把老婆曳到身後，月老山你怎麼意思？你懷疑我拿了那幾塊金餅？我趙大喇叭在你家拗當了20年村長，啥時候貪過村里一分錢？黃屠戶在旁邊接話說你貪不貪的令月？那紅布昨晚上確實還在老山家公桌上擱着，今天一早就從你家井裏飄上來了，這中間總有個道理。趙大喇叭急得臉通紅，月我家井裏旋翻上來一條死蛇呢？難不成也是我扔的？我瘋了，我往自己家井裏扔死蛇。李滿團從屋裏走出來，手裏捏着那截從墳頭撿回來的手指骨。月大喇叭叔，我沒月金餅是你拿的，但你能不能跟我去你家井邊再看看？那條蛇到底是怎麼蛇？一群人又衝到趙大喇叭家院子裏的井台邊上，趙大喇叭老婆把蛇扔在了後院的垃圾堆裏。拿鐵鍬翻出來的時候，蛇已經半乾了，身上纏的那截紅布早被趙大喇叭曳下來傳給了李老山。李滿團蹲在蛇跟前仔細看了看，那蛇有1尺多長，通體灰黑，肚皮上翻着一道白印子，蛇頭扁扁的，像是被怎麼東西拍扁了。他捏着蛇尾巴翻過來，看見蛇肚子鼓鼓的，像吞了怎麼東西。李老山遞過來一根樹枝，李滿團把蛇肚子剖開，裏面滾出來一個圓溜溜的東西，黃澄澄的，正是那3塊金餅之一。在場的人全拎住了。趙大喇叭腿一軟坐到地上，月我冤枉啊！這蛇不是我養的，金餅也不是我塞進去的。李滿團把金餅擦乾淨放在手心裏掂了掂，重量跟之前那個一樣，底下的符文也一模一樣，只有一處不同。符文旁邊的刻痕比原來深了一些，像是被人又重新描過。他把金餅翻過來，背面貼着一小片乾透了的泥皮，泥皮上有半個腳印，腳印不大，像是半大孩子踩的。趙大喇叭的老婆忽然想起來，月昨晚上小六子出去過，他月去村口老槐樹底下解手，去了大半個時辰才回嚟。趙大喇叭月我兒子解個手怎麼了？你們不能怎麼使盤子都往他頭上扣。李老山拍了拍手上的土，月大喇叭，我沒月是小六子，但你能不能把小六子叫出來？我問2句話。趙小六被他爹從屋裏抽出來的時候，頭髮亂蓬蓬的，2隻手抄在褲兜裏，看人的眼神有點躲。李滿團把金餅舉到他眼前，月你昨晚上驗過這東西沒有？趙小六搖頭。李滿團又指了指金餅背面那片泥印子，月你昨晚上去老槐樹底下解手，是不是踩了怎麼地方的濕泥巴？趙小六嘴硬，月沒有，我穿的布鞋，
哪來的泥巴？李老三忽然站起來，願你把鞋脱了。趙小六臉一下子白了，趙大喇叭瞪着他危指，願你脱，讓大伙看看。趙小六磨蹭了半天，把右腳那隻布鞋退下來翻了個底，鞋底上沾着一片泥，泥巴的顏色跟金餅上那片乾泥一模一樣，暗黃裏透着點鐵鏽色。李門團把他曳到井台邊上，願你昨晚上在井台旁邊踩過泥對不對？你往井裏扔了雜麼？趙小六嘴唇硬，願我雜麼也沒扔。黃屠戶越你沒扔蛇怎麼到你家裏來了？那蛇肚子裏的金餅你怎麼越？趙小六支吾了半天，忽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嚎起來，越那金餅是我從老山叔家拿的，我就拿了一塊，我爹不知道，我就想看看真金是啥樣，看完我就上船回去，可是我不敢進老山叔家的門，我就把金餅包在紅布裏先藏井台底下了，誰知道那條蛇從那泥鑽出來的，他把公布攢走了船，把金餅吞了。這不關我的事。趙大喇叭上去就給了他危子一巴掌，越你個混賬東西，你偷東西你船越不知道。趙小六捂着臉哭，越我就拿了一塊，另外2塊真不是我拿的。李門團蹲到他跟前，越你昨晚上去老山叔家的時候，看見公桌上船有別的沒有？趙小六想了想，越公桌上除了公布和金餅，船有一根白花花的東西，我以為是炸竹頭，沒細看。李門團跟李老山對視了一眼，那根白花花的東西就是後來出現在堂屋桌上的手掌骨，也就是越趙小六拿金餅的時候，那節手掌骨就已經在公桌上了。可那節骨頭是李老山後嚟才從墳頭撿回來的，時間對不上。李門團把趙小六從地上拉起來，越你先別哭，你拿金餅的時候是啥時候？趙小六越大概是後半夜，雞叫頭片之前。李門團越那你拿了金餅以後，公桌上那根白東西船在不在？趙小六越我沒注意，我拿了金餅就跑了。李老山在旁邊吸着旱煙袋，忽然越那就對了，那骨頭不是小六子帶回來的，他自己跟回來的。這話一出口，在場的人誰也沒接詞。趙大喇叭家院子裏安靜了好一會危，井台上的涼風吹得人後背發緊。黃屠戶先開了口，越老山你別嚇嚇人，骨頭怎麼能自己跟回來？肯定是誰裝神弄鬼。李門團未理黃屠戶，他攢着那塊金餅走到井台邊上往下看了看，井水雖然船帶點暈，但已經不像昨天那麼紅了。他看了好一會危，轉過身說大喇叭叔，你家這口井打了多少年了？趙大喇叭越30年了，是我爹在世的時候請人打的。李門團越那你爹打井的時候，有沒有在井底下放過雜麼東西？趙大喇叭靈了，越我哪知道，那時候我船沒取息款呢。李門團回頭喊他叔，越揸得把這口井塗一片。李老山把煙袋窩收起來，遂行塗。當天下午，趙大喇叭家的井台邊圍滿了人。李門團借了刨盤和繩子，讓幾個後生輪班下井，井水抽了多半，底下露出來的淤泥積了厚厚一層。頭一筐淤泥掉上來，裏面雜麼也沒有；第二筐也沒有；第3筐掉到一半的時候，筐底忽然漏了，淤泥嘩啦洗了一地。泥裏頭滾出來一個鐵皮盒子，跟李門團從糞頭挖出來那個一模一樣。眾人圍上去一看，盒子未上鎖，夾子上貼着一張黃紙，紙上寫着幾行小字，被水泡得模糊不清，但船勉強能辨認出幾個字，大意是越此物寄存在井底，待後人取用，須以白布包裹，不得現日光。李門團把夾子掀開，裏面藏着3塊金餅，一模一樣的大小，一模一樣的符文。只是比之前那3塊更舊，邊角都磨完了。這下連趙大喇叭也傻了。越我爹打井的時候才30出頭，他上哪人弄這3塊金餅去？李老山蹲在泥堆邊上看了半天，把金餅拿起嚟對日頭照了照，越這符文跟滿團挖出來的那3塊不一樣。你們看這個筆畫是反着刻的。李門團把2塊金餅並排放好，一塊是從墳頭挖出來的，一塊是從井底撈出來的，符文雜看一樣。仔細看才發現，墳頭那塊的字是從左往右刻的，井底這塊的字是從右往左刻的，2塊的符文正好反過嚟。李老山一拍大腿，越這是一對，一個正的，一個反的，該不愧是雜麼印模子吧？李門團心裏落噔一下，他想起了青石板底下那截手臂骨越過的話，金餅是借你的，不是給你的。如果金餅不止3個，而是更多，那借出去的東西就要一樣一樣找回嚟。少一個都不行。他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泥，看着趙大喇叭家院子裏的人。
閱各位叔伯，我現在閱一句話，你們信也好，不信也好。這金餅不是給渣門發財用的，是有人埋在這樣渣門找的，找齊了，東西歸位了，灑是沒有，找不齊，那骨頭還攰出來敲門。當天夜裏，李家坳又鬧了起來。這回不是雞不是狗，是10幾個孩子同時從夢裏哭醒。月穿黑褂子的老頭又來了，這回沒敲窗鈴子，站在院子裏衝他們招手，招完了就往後山走。趙大喇叭家的趙小六也在其中，他哭着跟他的月那老頭我認識，就是我昨晚上在井台旁邊看見的那個影子。趙大喇叭問你看清臉沒有？趙小六越看不清，臉是糊的，但褂子上的扣子是白骨頭做的。李老山引完這話，煙袋鍋掉在了地上，半天未撿起來。趙大喇叭家井底撈出來的鐵皮盒子，讓整個李家坳一夜沒消停。第二天天還沒亮，李老山家院子裏的石桌上已經擺了3樣東西：粉頭挖出來的那3塊正字金餅，井底撈上來的3塊反字金餅，外加1斤半截手掌骨。李門團把2塊金餅對在一起比劃了半天，忽然發現正反兩組符文要是合在一塊泥，剛好能拼成一個完整的圖案，像是一張地圖的其中2角。他翻出半張舊黃紙，把金餅上的紋路拓下來，拼出來的輪廓彎彎曲曲，一頭連着後山祖墳的方向，另一頭拐向了村東頭的舊磨坊。李老山湊過來看了一概人，越那個磨坊荒了20多年了。以前是信家老宅的殮房，信家敗落之後欲給村里公用，後來未人使喚就空了。李門團越那揸得去看看，這地圖上標的地方8成船埋着東西。他話剛睡完，院門外頭就傳來一陣吵嚷，黃屠戶帶着7、8個村民倒在了門口，手裏拎着鐵鍬和號頭。越門團你別想獨吞，那井底的金餅是全村人看着撈上來的，你要再往別處挖，得帶着大火一塊泥去。李老山攔在門口，越你們急什麼？東西是找着了，可渣門船沒弄明白這是誰埋的，萬一挖出麻煩來誰擔着？黃屠戶越挖出金子來就是好事，能有啥麻煩？你們爺倆昨晚上偷偷摸摸研究那幾塊金餅，當我們沒看見。李門團把石桌上的托子收起來，取進懷裏。遂行要去一起去，但醜話越在前頭，到了地方都得聽我的，誰也不能自己動手亂刨。一行人浩浩蕩蕩往村東頭走，趙大喇叭落在最後頭，臉色一直不好看。昨晚上趙小六越看見井台旁邊的黑影之後，他一宿未合眼，逢人就問那句話：黑褂子老頭的扣子是白骨頭做的，這句話到底是誰傳出來的？到了舊磨坊門口，兩扇木門已經扭了一半，門就一推就歪了，院裏長滿了蒿草，磨盤歪在牆角，鏈子滾到了水溝裏，上頭長了一層露台。李門團要着磨坊轉了一圈，拿出托子對了一下方位，發現地圖上標的點不在磨坊裏頭，在磨坊後牆跟往外3步的地方。他拿鐵鍬在地上畫了個圈，越就畫這人。幾個後生輪流挖了不到3尺深，鐵鍬碰上了一個硬東西，撥開浮土一看，是一口倒扣着的黑瓦缸，缸口封着黃泥，泥上壓着一塊青磚。趙大喇叭蹲下身子看了看那塊青磚，忽然吸了一口冷氣，越這磚上刻着我爹的名字。瓦缸抬出嚟放在院子當中，黃泥封口還完好磨損。李門團讓中人退後幾步，自己拿小鏟子一點一點把泥剔開，揭開缸盒。裏面塞滿了乾稻草，稻草底下露出一個布包袱，包袱皮是深藍色的，疊得方方正正。打開包袱，裏面是6塊金餅，分成2籮放着，一籮正字，一籮反字。李門團數了數，加上之前的2組，手裏已經有12塊了。他把缸裏的稻草全掏出來，缸底旋壓着一塊巴掌大的木牌子，牌子上用朱砂寫了一行字，字跡雖然褪了色，但旋能看清，順手易記全，共6對。12枚，待後人合符取用。李老山拿過木牌子翻嚟覆去看了幾遍，越宣手意是誰？你聽過這名號未有？趙大喇叭越沒聽過，但你看這瓦缸上頭合着我爹的名字，遂明我爹當初是經手人之一。他知道這缸底下埋着東西。李門團把木牌收起來，越現在12塊金餅存在這人了。按那骨頭的碎法，東西應該歸位了才對。可昨晚上孩子們船做了夢，月明船未圓。回村的路上，李門團一直沒語話，他腦子裏轉着一個念頭，從糞頭到井底再到磨坊，埋東西的地方越來越偏，但每次找着東西之後，那節骨頭都會有點反應。第一次找着金餅，骨頭敲了石板；第二次找着紅布，
手掌骨自己跑到了公桌上，第三次找着井底鐵盒。孩子們又做了夢，這不像是在找東西，倒像是在被人一步步領着往前走。他回到家，把12塊金餅全擺在石桌上，按照正反配對擺成6組，每組拼出來的地圖紋路都不一樣。他把錄像托子拼在一起，這回不是地圖了，是一整段文字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是用刀尖刻在金餅背面，再用墨拓出來的。李滿團一個字一個字地認了大半宿，終於讀出了個大概，大意是月有一批財物藏在李家坳地界內，分埋在7個地方，每個地方埋一正一反2塊金餅作為標記，埋藏人姓孫，因故遠行，恐不能歸，託付3位向鄰代為看守，待後人憑全套金餅來取。3位看守人分別姓李、姓趙、姓黃。李老山聽到姓李的時候，手裏的煙袋窩掉在了地上。他越難道我的也是看守人之一？李滿團越很有可能。渣家祖墳那塊地底下埋的東西不是渣家的，是別人託給渣爺爺看管的。趙大喇叭也傻了眼，月他爹打井的時候把鐵盒子沉在井底，原來也是替人看着。黃屠戶在旁邊急了眼，歲姓黃的看守人是誰？我家早上可未幹過這事。李滿團越船沒找齊，7個埋藏點渣門才找到3個，還差4個。月不定下一個就落到你家頭上了。黃屠戶臉色變了幾變，沒再行聲。當天晚上，李滿團把12塊金餅用紅布包好鎖進了櫃子裏。他剛躺下，就聽見外頭有人在敲院門，不緊不慢地敲了3下。他披衣裳起來開門，門外站着張道祥。張道長的道袍上沾滿了露水，肩上敷着一個布袋子，袋口露出一截青色的東西。李滿團把他讓進屋裏，張道長坐下來喝了口熱水。月你家裏是不是多了些東西？李滿團打開櫃子，把公布包捧出來。張道長掀開一橛看了一眼，點了點頭，又從自己布袋裏掏出那截青色東西，是一塊同樣刻着符文的金餅，只是顏色發青發暗，像是常年埋在銅器旁邊染了色。張道長，月你們在磨坊挖瓦缸的時候，我在後山轉了一圈，在你們祖墳西北角50步的地方撿到了這個，埋得尖，只合了半尺土，像是新被人翻出來又凝下的。李滿團拿着青色金餅對燈看了又看，符文跟其他12塊都不一樣，不是正字也不是反字，是一個單獨的形狀，像半個葫蘆。他把青色金餅放在托子拼成的文字旁邊比了比，發現那半個葫蘆正好能嵌進文字列尾處一個空缺的圖案裏，也就是月。真正的完整金餅是13塊，他們找到的12塊都是配對的標記，最後一塊才是鑰匙。李滿團盯着青色金餅看了半天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他問張道長：你撿到這塊的時候，旁邊還有沒有別的東西？張道長越有，旁邊有一處新鮮的煙灰，像是有人蹲在那人抽了一袋煙才走。李老山聽到這話猛地站起來，越他抽的煙是啥味？張道長想了想，越味不大對，像是三了艾草葉子。李老山的臉一下子白了。越全村只有一個人抽三艾草的煙，他看了一眼黃屠戶家的方向，沒把那個名字閱出來。滿團，明天你跟我去黃家問問。這一宿，李家坳的狗又叫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清早，李老山取着那截青色金餅，領着李滿團直奔黃屠戶家。黃家院門半敞着，院子裏靜悄悄的。豬圈裏的豬哼哼唧唧，卻不見黃屠戶人影。他媳婦李翠花從灶房探出頭來，月一早就出門了，越是去後山看山貨，連早飯都沒吃。李老三問他是從哪條路走的，李翠花朝西北指了指，又月昨晚上他回嚟得晚，回來之後一直在院子裏轉圈，半夜船燒了一盤紙灰。我問他在給誰燒紙，他越夢見老婢指人了，燒點紙剪英英景。李滿團蹲在院子裏看了一眼灶台邊上的灰盤，盤底確實有紙灰，但灰堆旁邊散落着幾根沒燒盡的艾草梗子。他把艾草梗撿起來遞給李老山看，李老山接過去聞了聞，臉沉了下來。張道長昨晚上撿到金餅的地方旁邊有一處三了艾草的煙灰，全村只有黃屠戶抽這種旱煙。他媳婦月這是黃屠戶自己掉的方子，夏天分蚊子用的。李老山把艾草梗取進兜裏，轉身就往西北方向走。李滿團跟在後頭，爺倆沿着山腳的小路走了大半個時辰，一路上看見好幾處踩亂的草窩子和斷了的樹杈子，像是有人急匆匆跑過去的痕跡。走到一處山坳拐角，李老山忽然停住了腳，他指着前方一棵歪脖老榆樹底下月。
你看那是什麼？李門團順着看過去，樹底下坐着個人，低着頭，雙手抱着膝盒，一動不動。走近了才發現是王屠戶，他坐在地上，面前堆着一小堆新土，土裏露着半截瓦罐的口圓，罐口被砸碎了，碎土遍散了一地。王屠戶聽見腳步聲，抬起頭，眼睛紅紅的，像是哭過，又像是一夜未睡。他看見李老山手裏的青色金餅，嘴唇囉嗦了一下。月我猜你們也該找過來了。李老山蹲在他對面，把青色金餅放在兩人中間。衰老王，這東西是你扔在後山上的。王屠戶點了點頭。李門團月你從哪人弄來的？王屠戶搓了搓臉，月我爹臨終前跟我越過一句話，他越揸家老屋的礦洞裏藏着一個盒子，不到萬不得已不能打開。我爹走了15年，我一直沒動過那個礦洞，直到前2天村里接二連三出怪事，我才想起嚟去翻。盒子打開了，裏面就裝着這塊金餅，旋有一張紙條，紙條上寫着一句話：若有人找金餅，將此物放到後山祖墳西北角50步處，便不用再找了。我照着做了，可放完之後心裏不踏實，又回去看了一趟，發現你們已經找着了。他指着地上那堆碎瓦罐月，我今早又翻出這個罐子來，罐底刻着一行小字：月這整批金餅共13塊，12塊成對，一塊單支，單支是合符用的藥匙。你們手裏那塊青色的是藥匙。我這罐裏本來旋有半張紙，紙上畫着剩下4個埋藏點的位置。他越着把手伸進懷裏塗了半天，塗出一團皺巴巴的紙，紙被汗浸軟了，上面的字跡已經糊得看不清了。李滿團接過嚟對日光照了照，隱約能辨認出幾個彎彎曲曲的線條，像是山路的走向，但具體位置全花了。王屠戶月我沒騙你們，這紙我昨天看的時候算清清楚楚，今天早上拿出來就成這樣了。李老山把青色金餅拿起來翻來覆去看了看，忽然發現金餅邊緣有一圈極細的凹槽，凹槽裏嵌着一層乾透了的鎳，鎳底下似乎壓着雜麼。他拿指甲輕輕摳了摳，摳下一小塊蠟皮，露出底下密密的黑痕。李門團湊過去一看，是一行極小的字，比米粒船小，刻在金餅側面的令上，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。他拿鉗尖挑開整圈蠟皮，那行字完全露了出來，寫着余財分7處，首至祖墳下，次至挑家井，3至信間念，4至黃澤礦，餘3處標記在孫守義官納。李老山念了3遍，猛地站了起來。月孫守義的棺材在哪人？王屠戶月我不知道，但你們家祖墳底下那個暗室裏的黑棺材，裏頭那個人叫雜麼來着？李門團越他叫孫守財，李老山越守義守財，這名字聽着就像一家的。他一把拉起王屠戶越走，回墳頭去。那口棺材裏頭的人知道剩下3處埋在哪人。3個人趕回祖墳的時候已經快晌午了。粉坑船是昨天那個樣子，青石板露着半截，土裏那截手臂骨已經不現了，坑底只留了一個淺淺的凹印。李門團跳下坑，把青石板挪開，露出底下的暗室門。暗室裏那口黑漆小棺材旋擱在原處，棺材合虛掩着，縫裏透着一點光亮。李門團推開門往裏一看，孫守財還在棺材裏躺着，臉色比昨天強了一些，手腳上的繩子已經被割斷了，旁邊擱着半碗水和一塊乾餅。他看見有人進來，掙扎着坐起身。月你們來了。李老山把青色金餅遞到他面前。月你認識這個東西嗎？順手才盯着金餅看了半晌，忽然淌下2行淚來。月這是我哥的東西，我哥叫順守義。他喘了幾口氣，繼續月3年前有人找到我，月知道我哥藏了一批東西在你家，讓我帶路嚟取，我不肯。他們就把我綁了扔進這口棺材裏。月等我怎麼時候願意預了再放我出來，可他們每過幾天就來問一趟，我一直沒開口，直到前天你們挖開墳，我才聽見外頭有人語話：李老山月你哥呢？他現在在哪人？孫守財低下頭，月死了，5年前死的，死前他把這批東西的埋藏點告訴了我，讓我替他守着。月等李家有3家看守人的後代湊齊了才能交出去，可那3家看守人是誰？我只知道1家姓李，2家我船沒認全。李門團把青色金餅側面的黑字又念了一遍，提到挑家井和黃澤礦都已經對上了，剩下的3處標記在棺內。他月你哥的棺材在哪人？是不是也埋在李家坳地界上？孫守財遂我哥葬在村南3里外那片亂葬崗子邊上。
一棵歪脖子柳樹底下，墳頭沒有碑。李老山越走去，把你哥的棺材起出來。孫守財搖了搖頭，越我哥的棺材不能起。他臨終前交代過，那3處標記刻在他棺材板的蠟壁上，要看只能開棺看蠟壁，不能動屍骨。李門團越那也得開，渣門得把剩下的3處位置找出來，不然這13塊金餅永遠湊不齊，那骨頭不配消停。幾個人趕到亂葬崗子的時候，天色已經暗下來了。孫守財在前面引路，走了約莫1炷香的功夫，在一棵歪脖柳樹跟前停下來。越就是這人，墳頭長滿了野草，要不是他，越誰也看不出底下埋着人。李門團和黃屠戶輪流挖了半個時辰，露出一口薄皮棺材來。棺材板已經扭了好幾處，但蠟壁上的字跡船印約可言。李門團把棺材盒掀開一條縫，探頭往裏看，果然在蠟壁上刻着3處標記，一處畫着過水井圖案，旁邊寫着川東趙家井已取；一處畫着磨盤圖案，旁邊寫着孫家練已取；第3處畫着一座山形，旁邊寫着雞冠靈腰巨石下；第4處畫着一座橋，旁邊寫着西河老石橋橋墩南側；第5處畫着一棵大樹，旁邊寫着老槐樹底下3塊青磚為記；剩下2處畫的是丸子形狀，一處寫着李澤堂屋地下，一處寫着黃澤朱圈北牆根。李門團一一記在紙上，合上棺材盒，重新把土填好，站起嚟對墳頭鞠了3個躬。回家的路上，李老山把紙上的記錄看了又看，忽然越前面幾處都對應上了。李澤堂屋地下和黃澤朱圈北牆根這2處是最後剩下的，可渣兩的宅子底下要是埋了東西，揸住了幾十年，怎麼一點不知道？黃屠戶也越我家朱圈合了20年，翻修過2回，從來沒挖出過，怎麼？李門團停住腳，越你哥留下的記錄，你寫了3處標記在棺內，棺蠟的標記渣門全看了，前面3處已取，剩下2處就在你倆的宅子底下。他看了看李老山，又看了看黃屠戶，越叔，你家的堂屋底下我爺爺是不是翻修過？李老山想了想，越我爹在世的時候確實執過1回地平，越是底下潮氣重，鋪了1層碎石子再打的灰。李門團越那就對了，你爺爺當年翻修地平的時候，越不定就把東西埋進去了。他又轉向黃屠戶，越你家的朱圈北牆根底下，你爸有沒有提過雜麼？黃屠戶皺着眉想了半天，忽然越我想起來了，我爸走那年，我翻新朱圈的時候挖出來一塊青磚，磚上刻着一個黃字，我爸越那是他年輕時候刻着玩人的，讓我別翁又放回去了。李門團一拍巴掌，就是那塊青磚底下準有東西。當天夜裏，李門團帶着人先挖了李老山家的堂屋，地平砸開，碎石子底下果然埋着一個鐵皮盒子，打開一看，裏面是一對正反金餅，跟之前挖出來的幾對一模一樣。緊接着又去了黃屠戶家的朱圈，北牆根那塊刻着黃字的青磚叫起來，底下也是一個鐵皮盒子，同樣裝着一對金餅。至此13塊金餅全部找齊，一組組攤在李家堂屋的桌子上，正字反字配對，最後配出一組完整的圖案，正是那塊青色金餅上刻着的那個葫蘆形紋樣。李老山把13塊金餅整整齊齊擺了一排，對公桌上的祖宗牌位合了3個頭。越爹，東西找齊了。話音剛落，公桌底下傳來一陣輕微的響動，像是有雜麼東西在木板上掅了一下。李門團趴下身子往公桌底下一看，那截失蹤了好幾天的白手臂骨正躺在桌腿旁邊，指頭微微蜷着，像是一個人攢緊了拳頭又重開了。骨頭上原本連着的那層薄油光已經未了，整根骨頭變得乾枯乏脆，輕輕一碰就碎成了粉末。李老山看着那堆粉末，半天沒說話。黃屠戶在門口小聲說：這回總該消停了吧？李老山沒答腔，他拿起那塊青色金餅對燈照了又照，忽然發現葫蘆紋樣中間旋有一圈更細的黑字，比之前看到的更少，得拿放大鏡才看得清。他湊近了念道：金餅歸位之日，暗室中刻棺內自有交代。李老山把青色金餅上的字念完，屋裏幾個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誰也沒說話。李門團把那堆白色粉末用掃帚掃進簸箕裏，倒在了院子裏的老槐樹根底下，拍了拍手回屋越：刻棺裏的交代，越的是順手才那口棺材吧。李老山收起金餅，越走，再去一趟墳頭。幾個人趕到後山的時候，天已經黑透了。松樹影子在鳳裏晃來晃去，暗室裏的黑漆棺材船敞着口，順手才靠在棺材板子上打盹，聽見腳步聲一激靈坐了起來。
李門團把青色金餅遞到他跟前，月謝上頭刻了一行字：歲金餅歸位之後，你這裏頭還有交代。孫守財接過金餅，湊到油燈底下看了看那圈小字，看了好一會兒，忽然笑了一聲：月謝是我自己刻的。當初我哥把東西託給我的時候，我就把這行字刻在了金餅側邊上，算是一個憑據。萬一那天有人拿着金餅找過來，我得看見這行字才知道是自己人。他越着從棺材角落裏摸出一塊巴掌大的木板來，板子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。他遞給李門團：月謝就是我哥留下來的全部底細，你們自己看。李門團端着油燈從頭到尾把木板上的字念了一遍，大意是孫守義年輕時候在南方做過惡財生意，賺下了一筆家財。他晚年回到老家李家坳，因為失下磨子，又不放心把錢財留給外人，就想了個辦法，把全部家當換成了13塊金餅，分成7處埋在村子周圍，並委託了3家相熟的人家代為照看。3家分別是李家、趙家和黃家，每家都知道自己地界上埋着東西，但不知道其他幾家也有，更不知道金餅總數是多少。孫守義定下規矩，只有當3家後人的代表拿着那塊青色約瓷金餅湊到一塊危的時候，才能開啟最後一道手續。這最後一道手續就是把金餅如數交傳給信家的後人。可信家後人只有一個弟弟信守財，而信守財3年前被人綁了，一直困在這口黑棺裏。木板最後寫着：待金餅全數歸位，稱將13枚金餅與青色藥瓷合為一體。至於暗室正中地面青磚之上，3日之後自然分曉。若3日內有人私取金餅，前功盡棄，禍及3家。李門團把木板上的字念完，黃屠戶第一個開了口：月我不管什麼信家後人，這些金餅是從我們3家地界上挖出來的，憑什麼傳給他信家人？李老山月你沒聽明白，這本來就是人家信守義寄存在閘門祖上手裏的東西，看守人只管看管，不能據為己有。黃屠戶哼了一聲：月那要是信守財拿了金餅跑了怎麼辦？閘門替他白守了幾十年。趙大喇叭在旁邊一直沒語話，這時候忽然開口：月我爹跟我交代過一句話，他月揸家井底那個鐵盒子是別人託付的，不到合符的時候不能動，動了就是呸規矩。我今天才知道他月的合符是怎麼意思。黃屠戶月合符，合完了符金餅就歸別人了。你樂意？趙大喇叭月我不樂意能炸的，那骨頭你也看見了，井裏的供水你也看見了，你要是不怕再出蛾子你就留着。黃屠戶不吭聲了，蹲在暗室門口抽他那3艾草的旱煙。李門團把13塊金餅和青色藥瓷金餅從布袋裏倒出來，一塊一塊擺在地上。按照木板上的指示，他把青色金餅放在正中央，其餘12塊以他為中心圍成一個圓圈，正字朝上，反字朝下。擺好之後，他又按照木板上畫的手勢，用指頭在每塊金餅上按了一下。月這是一種暗扣，每塊金餅背面有一個淺淺的凹窩，青色藥瓷背面有一個凸起的圓點，扣在一起就合住了。他試了一下，果然第一塊扣上去嚴絲合縫，第2塊、第3塊也都扣緊了。12塊全部扣好之後，青色金餅上那個葫蘆紋樣忽然亮了一下，不是發光，是顏色變了，從發青發暗變成了黃澄澄的準金色，跟旁邊12塊金餅完全一個顏色。李門團把合為一體的金餅捧起來掂了掂，分量比之前前塊的時候重了不少，像是塊與塊之間吸在了一起。信守財看着那團合成一體的金餅，眼眶紅紅的。月這就是我哥的全部家當，他活着的時候跟我月過，這些東西夠買30畝好地，合3進的大宅子。他捨不得花，又怕帶進棺材裏便宜了別人，就想了這個法子存起來。李老山拍了拍信守財的肩膀：月按照木板上寫的，這東西3天之後就能歸你，到時候你想拿它做怎麼是你的事。黃屠戶在旁邊重重地哼了一聲：月3天，這3天裏頭要是有人使胚呢？李老山月從今天晚上起，閘門3家輪流在這暗室裏守着，誰也不能擅獨碰這塊金餅。當天夜裏，李門團守在暗室裏，他靠在那口黑漆棺材旁邊，油燈擱在腳邊，合體的金餅放在正中的青磚上，上半夜平安無事。暗室裏除了他自己的呼吸聲，就是偶爾沖土縫裏滲下來的水滴聲。到了後半夜，他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時候，忽然聽見暗室門口有輕微的腳步聲。他猛地睜開眼，
看見一個瘦高的人影正貓着腰往暗室裏摸，那人影動作極輕，一隻手已經伸到了青磚邊上，指尖還未碰到金餅。李門團一把攢住了他的手腕，油燈翻倒的時候照亮了那人的臉，是趙小六，他臉漲得通紅，被我攢着手腕動彈不得，嘴裏胡亂碎着，我就是想看一眼，我沒想拿。李門團找着他出了暗室，到了墳坑上頭，趙大喇叭聞訊趕過來，看見是他兒子，抬起手又是一巴掌。趙小六捂着臉越我就是好奇，我的越那東西合了扶直幾十畝地，我就想摸一下。趙大喇叭氣得滾身發抖，越你差點害了全村人。木板上寫得清清楚楚，私取金餅禍及三家，你是想把渣門挑家也搭進去？李門團攔住了他，越沒碰着就沒大事，把他帶回去關好就行了。趙大喇叭抽着兒子的領子走了，走之前回頭看了暗室一眼，沒語話。第二天換黃屠戶守着，他帶了半壺酒和一碟花生米，靠在棺材邊上喝到半夜，喝得迷迷糊糊的時候，聽見暗室外頭有人在吵架，他爬着暗室門往外看，看見山腳下火光一閃一閃的，像是有人在燒什麼東西。他提着酒壺出去看，走到半路碰見李門團，李門團越黃屠戶家的豬圈起火了，火不大，但燒着了豬圈北牆根那塊刻着黃字的青磚。黃屠戶拎了酒壺就往家跑，跑到豬圈跟前一看，火已經撲滅了，青磚被燒裂了一條縫，磚底下那個鐵皮盒子的位置空空蕩蕩。他蹲在豬圈裏擰了半響，越完了，那塊磚裂了，符是不是破了？李門團蹲到他旁邊，越你仔細看看，磚是燒裂了，但鐵盒子本來就是個空的，金餅早挖出來了。這磚底下現在怎麼也沒有，符沒破，破的只是一塊磚。黃屠戶看着那道裂縫，好半天才喘勻了氣。他越那這火是誰放的，總不能自己燒起來。李門團看了他一眼，越你昨晚上跟誰越過豬圈底下有東西？黃屠戶想了想，越昨晚上跟我媳婦提了一嘴，讓他別在豬圈那邊亂翻。李門團站起來拍了拍手，越明天我得去跟翠花嬸子聊聊。第三天是李老山守最後一夜，他把公桌上祖宗牌位前那盞長明燈端到了暗室裏，擺在自己室盒跟前。前面兩夜都沒出大事，他覺得最後一夜應該平安過去了。天快亮的時候，他打了個盹，夢裏引見有人叫他，聲音像是他爹，又不太一樣。他睜開眼的時候，暗室裏全是只有他自己，青磚上的金餅安安靜靜地躺在原處。他鬆了一口氣，把油燈端起來準備熄火，卻發現青磚底下的土縫裏滲出了一小片水漬，水漬的顏色發紅，跟趙大喇叭家井水變紅那天一模一樣。他趴下身子看了看那片水漬，用手指頭沾了一點聞了聞，沒有些味，是一股子草藥的味道。他正納悶着，暗室頂上忽然掉下來一小塊泥皮，正砸在金餅上，泥皮底下露出一個紙角。李老山把紙角抽出來，是一張折得極小的紙條，上面用極細的筆跡寫着7個字：東西歸齋，債已清。下面落着一橫，沒署名。他把紙條翻過來，背面寫着另一行字：3日之後合符自開，開符之後清將金餅交與信守財，不得自留，若有自留，同符自裂，三家同損。天亮的時候，李門團和黃屠戶都趕到了暗室。李老山把紙條遞給他們看，3個人圍着紙條沉默了好一陣子。黃屠戶先開了口，說這紙條是誰塞進嚟的？暗室裏就你一個人。李老山越不知道，但字跡我看着眼熟，像是小時候看我爹寫過賬本的字。李門團把紙條折好收起來，把青磚上的金餅拿起來仔細看了看，合體的金餅上那道葫蘆紋樣的顏色又變了一點，變成了深銅色，紋路之間滲出一層薄薄的油光來。他把它輕輕放回青磚上，越再過幾個時辰就到3日之期了。到時候符一開，閘門把東西給信守財，這事就算了了。黃屠戶看着那塊深銅色的金餅，沒再說話，隻把自己那乾山賣草的旱煙抽了一口又一口。暗室門口的風吹進嚟，油燈的火苗歪了歪，又直了起來。3日之期到了，天剛擦亮，暗室裏聚滿了人，三家老小全來了，擠在窄窄的磚壁中間，連氣都不敢大口喘。李老山把合體的金餅從青磚上捧起來，13塊金餅合成一個整圓，嚴絲合縫，銅黃色的紋路在油燈光底下微微泛着光。青色藥匙那塊已經完全變了色，跟周圍12塊融成了一體，只有葫蘆形狀的黑痕旋留着淺淺一道印子。李門團閱時間到了，誰來開？
順手才衝棺材裏被人參出來，腿旋軟着，扶着暗室的牆壁站定了。越我來開，這本來就是我哥的東西。他伸出手，輕輕握住那塊合符金餅，左右各擰了半圈，只聽咔嗒一聲輕響，金餅沿着一圈極細的縫隙裂成了兩塊。裏面掉出一卷薄如蟬翼的羊皮紙，紙卷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。順手才把羊皮紙展開，對油燈念了出來。紙上寫的是順手義的親筆遺言，大意月這批金餅共計13枚，市值折算足夠在省城置辦2間鋪面加1處宅院。但他平生最放不下的不是剪裁，是3戶替他看守了多年的人家。他特意留了一筆，金餅合符打開之後，內中全部財貨分為4份，順家後人取1份，李家、趙家、黃家3家看守人各取1份，以酬謝幾十年看管之恩。紙上旋寫明3家份額按各家所處埋藏點的數量折算，李家3處，挑家1處，黃家2處，順家1處，按比例分配。最後一行字寫着：若3家後人有人不願收取，可將本人份額轉入村中公用，修路打井皆可。孫守才把遺言念完，暗室裏安靜了好一會危，連黃屠戶都忙了抽他那乾山賣草的煙。李老山第一個開口：月這紙我們不能要，這是你哥託付我們看的，看完了傳給你是正理，我們取了算怎麼？趙大喇叭也擺手月不要不要，我爹臨終就交代過替人看東西不能動心思，我動了我爹在地下不安生。黃屠戶這回倒未吭聲，他低頭看了看自己那雙裂了口的布鞋，又看了看豬圈方向，猶豫了半天才說：我家裏確實緊巴，我媳婦的腰病拖了2年沒剪治，要是能分個3瓜2棗的，我收。李滿團把羊皮紙重新捲起來，塞進金餅盒縫裏。月你哥留這話就是算準了，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，按他月的辦，各家該拿多少拿多少，不願意拿的就充公。誰也不勉強，把金餅重新拆開稱量分配花了大半天功夫。按孫守義遺言裏的算法，李家分得3成，黃家分得2成，趙家分得1成，順手才分得4成。趙大喇叭那1成死活不要，當場讓人抬到祠堂裏入了公賬，月以後給村里修路。李老山把李家那份也捧出來，月我們家也不要。滿團年輕，將來靠力氣吃飯，用不着這橫財，一併入了公賬。黃屠戶看着自己面前那2成金餅，手抖了抖，最後分出半成來，月這半成給村里打井用，剩下的我留給我媳婦看病。順手才把自己的4成收起來，又從中拿了1成出來。月既然3家都往外逃了，我也不能全留着，這成也歸村里，算是替我哥還鄉鄰一個情。這麼一來二去，最後進村公賬的金餅佔了總數1半船多，各家留下的都是剛好夠過日子救急的那一點。金餅分完當天下午，李滿團領着人去把各處挖開的坑填平了，早份那個大坑用新土笨實，青石板合回去，上面重新栽了1層草皮。趙大喇叭家的井台也修整了一片，井底淤泥清乾淨，鐵盒子原讓埋回去，只是盒子裏的金餅換成了5塊青磚，算是個念想。舊磨坊後牆根那個瓦缸坑也填平了，新土踩實，李老山堂屋地平重新鋪了灰。黃屠戶豬圈北牆根砌了新磚，那塊燒裂了的青磚被黃屠戶用糯米漿沾好了，放在灶王爺旁邊供着。順手義的薄皮棺材重新封了土，李滿團旋在柳樹底下栽了一棵小柏樹，亂葬崗子那一片原本荒草連天，多了棵柏樹之後倒顯得有了些生氣。事情辦完的第3天夜裏，李家坳安安靜靜的，趙大喇叭家的新雞仔開始在院子裏刨食，黃屠戶家的井水徹底清了，打上來能照現人臉。孩子們一覺睡到大天亮，未人再蒙見穿黑褂子的老頭。李老山坐在堂屋裏抽旱煙，煙葉只是普通的本地煙，沒生賣草也沒生別的。他抽到半截，忽然聽見公桌底下有極輕的一聲響，像是木頭裂了條縫。他低頭看了看，公桌腿邊那堆白粉末早被掃乾淨了，木板上乾乾淨淨，雜麼也沒有。他想了想，把煙袋窩放下，走到院子裏的老槐樹底下蹲了一個人。當初那截白色粉末就倒在這棵樹根底下，幾天功夫，粉末已經混進土裏看不見了。他伸手爬了爬樹根旁的浮土，土裏雜麼都沒有，只有一條蚯蚓慢慢轉了過去。李滿團從屋裏走出來，蹲在他叔旁邊，爺倆靠着老槐樹坐了半天，誰也沒說話。後來李滿團開口說：叔，你月那骨頭到底是誰的？李老山吸了口煙，
越信家首富的那個人的，孫守義他爹也越不准。反正不是揸李家的，李門團越那他為耍幫揸指路。李老山想了想，越他不是幫揸指路，他是催揸把東西歸位。東西歸位了，他的差事就了了。差了上百年的事危，終於有了個結果。李門團越那他現在去那人了。李老山把煙袋窩合了合，越走了拜，差事交完了，該歇就歇了。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，抬頭看了看天，月亮正爬到樹梢上，清清亮亮的，把整個院子照得跟白天似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村口貼了張告示，是趙大喇叭找人寫的。告示上月李家坳近期籌備修路，主路從村口一直鋪到後山祖墳跟前，兩邊排水溝也要重新挖，材料剪涌村工匠理出，每家每戶出義務工。告示底下附了一份賬目明細，村里人湊攏嚟一看，公賬上那筆剪厚實得很，足夠把整條路鋪成碎石路面，船能順便翻修村西那座老石橋。黃屠戶媳婦的病去鎮上看了兩回，大夫越不是大毛病，將養半年就能下地乾活。趙大喇叭家的新雞仔長到半大，每天在院子裏蹦蹦跳跳。趙小六被他爹管得嚴嚴實實，白天跟着在修路的工地上搬石頭，晚上回家倒頭就睡，再也沒有半夜往外流過。修路開工那天，全村人都在村口集合。李老山沒拿鐵鍬，他端着一個粗瓷碗，碗裏倒了滿滿一碗高粱燒，走到後山祖墳前頭，把酒慢慢澆在墳頭新鋪的草皮上。他蹲下來對墳頭曰：爹，這事了了，金餅都跪了該跪的人，你在地下也安生吧。他越完又澆了半碗酒在墳頭西北角那塊曾經埋過青色藥池的地方，越這碗敬那位首富的老先生。差事辦完了，你也歇着。李門團剛着鐵鍬從工地上跑過嚟，看着他叔澆酒，越叔，你覺不覺得這事人從頭到尾就跟有人安排好了似的？李老山把碗收起來，越誰越不是呢？孫守義埋東西的時候，把三家都算進去了，連各家地界上的位置都踩得準準的。李門團越那金餅背面那些符文呢？到底是誰刻的？李老山越信守義自己刻的敗。他做藥材生意走南闖北，驗過的東西多了，刻幾個稀奇古怪的符文不算傻。李門團越那骨頭呢？骨頭總不是他刻的。李老山看了他一眼，碎骨頭是首富人的骨頭，跟孫守義未關係，那是更早時候的事了。越不定信守義他爹託付的人就是那個守舍人。首富人守着那批東西守了一輩子，後來骨頭爛在土裏了，暈船在那人轉悠，直到揸把東西挖出來跪了位，他這口氣才算咽下去。李門團沒再追問，剛着鐵鍬回了修路的工地。工地上熱火朝天的，黃屠戶搬石頭搬得滿頭汗，趙大喇叭拿着皮尺在量路基，趙小六跟在後頭運沙土，小跑着來回。順手財也來了，他腿角利索了不少，拿着把鐵鍬在路邊的排水溝裏清淤泥，乾得比誰都賣力。他分得的那幾成金餅留了一半在身上，另一半託人燒回孫家莊接仔親戚去了。李門團走過去跟他答話：越你將來打算在那人落腳？孫守財沒了把汗，越先在李家坳待一陣子，等身子骨養好了再越。我哥把東西留在你們村這麼多年，我跟這人也算是有點緣分。李門團拍了拍他肩膀遂行。村東頭老劉家有個空院子，你住那人去？水井是現成的，修路修了半個月，主路鋪到了祖墳跟前，一條碎石路又寬又平，兩邊的排水溝砌得整整齋齋。完工那天，趙大喇叭在村口放了一掛鞭炮，全村人聚在老槐樹底下吃了獨大鍋飯。黃屠戶媳婦的病見好，蒸了一鍋白面饅頭給大家分。李老山坐在樹底下抽着旱煙，看孩子們在路面上跑來跑去。順手才端着碗蹲在牆根，碗裏是燉得爛爛的豬肉燉粉條，吃得滿頭汗。趙小六被他爹叫去給各家各戶送饅頭，跑得滿頭是汗。送到李老山跟前的時候，老老實實喊了一聲山叔。李老山接過饅頭擺了一半遞回去，越吃吧，正長身體呢。趙小六接過去咬了一大口，腮幫子鼓得像青蛙。李門團在人群裏找了半天沒找到他叔。後來在祖墳跟前看見李老山一個人坐在新修的路緣上，面前擺着3個空碗，碗底旋流着一點酒漬。李老山看見他過來，越門團你看，這路修到渣家門口了。李門團在他旁邊坐下，越是啊，以後上墳方便多了。李老山把最後一個碗翻過來扣在地上，越這回事真完事了。你爺在地下能睡安穩覺了。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，
跟你們團一道沿着新鋪的碎石路慢慢走回村里去。太陽落山了，後山上的松樹影子拉得長長的，風一吹，嘩啦啦響。老槐樹的葉子在晚風裏翻着面，底下那塊地平平整整，雜麼也沒留下。